細個嗰陣，大人總係話食飯前要洗手，但冇人話俾我哋知，有啲食物洗10次都洗唔乾淨。佢哋著住新鮮嘅外衣，打住健康嘅旗號，大模斯樣咁逼入你嘅餐台，甚至被奉為養生聖品。但真相往往觸目驚心，就好似一支睇落好清澈嘅礦泉水，裏面其實浸住一嚿砒霜。而有啲食物毒性竟然比砒霜仲要高出幾十倍。呢個唔係危言聳聽，佢哋收埋喺街頭巷尾、家庭廚房，甚至高級餐廳。從食貨到中毒，只係隔住一個唔靠譜嘅認知。呢份10大最污糟食物排行榜第1名，好多人仲係日日食緊。佢唔係街邊走鬼檔嘅地溝油，亦唔係傳說中嘅福壽螺，而係發霉嘅花生。你冇睇錯，唔係陳年嘅，唔係黑心嘅，係日常生活入面，好多人唔捨得掉嗰一粒粒發霉嘅花生。當佢慘兮兮咁瞓喺你個果盤度嗰陣，已經靜雞雞儲夠咗黃曲霉毒素。呢味嘢比砒霜仲要毒幾十倍。黃曲霉毒素每年令全球幾十萬人因為肝癌提早離世。佢唔係毒藥，但比毒藥仲要狠。唔好睇佢無色無味，入咗個胃道，一點點積累就能夠將肝細胞逐個腐蝕掉。現代醫學稱之為1級致癌物，同石棉、煙草、苯並芾同一個級別。唔講情面，亦唔留後路。曾經有一位47歲嘅男病人喺某大型醫院肝膽外科確診為中晚期肝癌，肝功能幾近衰竭。醫生追問生活細節，佢自述常年嗜好花生米，尤其中意炒熟之後擺幾星期先食，味道更香。病理檢測顯示肝組織中黃曲霉毒素殘留超標近8倍。呢個唔係個別例子，亦唔係偶然。花生、粟米、白米、堅果、醬料類食品，只要保存不當，潮濕霉變，就可能喺霉菌孵化嘅溫床上滋生出黃曲霉毒素。佢哋唔怕煮，唔懼蒸，唔怕鹹，唔怕辣。一旦受污染，只可以掉咗佢，唔好諗住靠高溫殺菌嚟挽救。但好多人仲係相信聞落冇味就可以食，用個鼻當檢測儀。仲有人覺得炒兩炒就冇事，攞隻鑊當消毒櫃。呢啲諗法同用口罩過濾 PM2.5 一樣，聽落好似有用，實際上杯水車薪。曾經有民間偏方流傳，話花生浸鹽水能去毒，又或者放入雪櫃就安全。黃曲霉毒素係脂溶性物質，耐高溫，抗酸鹼，唔溶於水。浸鹽水就好似同毒素沖個涼咁，毒性依舊。現代營養學認為，霉變食物嘅危害在於慢性積蓄，唔似細菌污染咁立竿見影。佢好似個戴住白手套嘅小偷，無聲無息咁喺你個肝臟度打窿，10年、20年唔見蹤影，一旦爆發就係不可逆嘅傷害。佢對細路、大肚婆、免疫力低下人群更為致命。第2名，街頭飲品入面嘅冰，唔好以為冰就係乾淨嘅，佢有可能來自未淨化嘅自來水、舊雪櫃入面嘅滋生菌落。冰塊受污染主要係製冰機清潔唔到位、濾芯未及時更換、操作人員手部污染等原因造成。一項對街頭飲品店嘅調查發現，超過60%嘅店家製冰機清潔頻率不足每月1次。有啲甚至從未徹底清潔。研究顯示，某些街邊飲品店冰塊細菌總數超自來水50倍，飲落去就好似吞咗一啖廁所水。第3名係自助餐裏面擺得太耐嘅熟食，呢啲熟食睇落色香味俱全，實際上溫度處於細菌最愛嘅黃金繁殖帶。喺呢個溫度區間，沙門氏菌、大腸桿菌、李斯特菌等致病菌可以快速繁殖，每20分鐘數量就能夠翻一番。你食落去嘅唔係食物，係成個細菌家族嘅狂歡。自助餐廳為咗保持食品外觀同減少浪費，常常將熟食長時間擺放喺保溫台上面。即使有加熱設備，
亦往往無法保證所有部位都達到安全溫度。一啲餐廳甚至喺打烊之後，將賣唔晒嘅熟食冷藏，第二日重新加熱後繼續供應，呢樣進一步增加咗食品安全風險。第四名係隔夜綠葉菜，好多人認為隔夜菜只係口感稍差，營養略有損失，仍然可以安全食用。然而對於綠葉蔬菜嚟講，隔夜可能帶嚟健康風險。綠葉蔬菜喺烹飪後，如果存放時間過長，其中嘅硝酸鹽可能喺細菌作用下轉化為亞硝酸鹽，因為亞硝酸鹽升高，同你體內嘅胺類物質一結合，就能夠生成致癌物亞硝胺。除咗亞硝酸鹽問題，隔夜綠葉菜仲可能滋生細菌。蔬菜本身營養豐富，加上烹飪過程中嘅調味，為細菌生長提供咗理想條件。即使重新加熱，亦只能殺死部分細菌，無法消除已經產生嘅細菌毒素。第五名，爆炒煮苗。唔少人將豬膶當補鐵神品，可專罪係解毒器官，亦係毒素最容易富集嘅地方。肝臟係動物體內主要嘅代謝同解毒器官，進入體內嘅重金屬、藥物、農藥殘留等有害物質，往往喺肝臟中積累。即使係最新鮮嘅追思，亦無法完全避免呢啲污染物。現代養殖業中使用嘅飼料、添加劑、獸藥等，亦可能喺動物肝臟中殘留。即便是炒之前浸水，只能洗掉表面血水，毒素仍然安穩咁藏喺細胞深處。更安全嘅補鐵選擇包括紅肉、禽肉、魚類、豆類同綠葉蔬菜。呢啲食物唔單止提供鐵質，仲含有其他有益營養素，且風險較低。第六名，油炸反覆使用嘅食用油。當食用油反覆加熱後，會產生一種叫苯並芘嘅物質，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強致癌物。食用油每重複使用一次，有害物質含量就會顯著增加。街邊小販為降低成本，常常將食用油反覆使用多日，直到油色變深、黏度增加先更換。呢個時候嘅油已經變成咗毒油。街邊炸串、夜市油餅，食嘅唔係香，係風險。第七名，醃製食品。醃製鹹魚、鹹菜雖然係老味道，研究早就指出呢類食品中亞硝酸鹽極高，係食道癌、胃癌嘅高危因素。尤其是南方某些地區，鹹魚甚至被稱為癌症嘅催化劑。除咗致癌風險，醃製食品通常含鹽量極高。高鹽飲食係高血壓嘅重要危險因素，而高血壓又會增加心臟病、中風等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第八名係最容易被忽略嘅，熟食滷味檔上面嘅豬頭肉。嗰一鍋香氣四溢嘅滷水，往往反覆使用數日，菌落早已超標，配料中仲可能添加非法防腐劑。第九名，生食水產品。隨住飲食文化嘅多元化，魚生、醉蝦、生蠔等生食水產品越嚟越受歡迎。然而呢類食品存在不容忽視嘅寄生蟲同微生物風險。許多淡水魚蝦體內可能攜帶肝吸蟲、肺吸蟲等寄生蟲，呢啲寄生蟲嘅幼蟲可寄生於人體，引起相應器官嘅病變。傳統嘅蘸料如芥末、醋、白酒等，並不能有效殺死呢啲寄生蟲，必須依靠深度急凍或充分加熱。除咗寄生蟲，生食水產品仲可能攜帶致病菌同病毒。第十名，加工肉製品。世界衛生組織已將呢類食品列為一類致癌物，同煙草、酒精同級別。加工肉製品嘅致癌風險主要來自多種因素，添加嘅亞硝酸鹽或硝酸鹽可喺體內轉化為亞硝胺。高溫加工過程可能產生多環芳烴同雜環胺等致癌物。高鹽、高脂嘅特點亦不利於健康。加工肉製品中嘅添加劑亦值得關注，除咗防腐劑，仲可能含有磷酸鹽、谷氨酸鈉、食用色素、香料等多種添加劑。
雖然每種添加劑喺法定限量內係安全嘅，但多種添加劑同時攝入嘅雞尾酒效應及其長期影響，目前尚不完全清楚。呢啲食物唔係唔食得，而係唔能夠糊裡糊塗咁食。亦唔好再以為買貴嘅就一定安全，食熟嘅就一定無毒，聞出味道就代表冇事。真正嘅健康意識係建立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之上。想要避開呢啲毒食陷阱，其實唔難。唔貪平，唔食存疑嘅食物，唔迷信，傳統係最基礎嘅防線。屋企食物定期清理，乾燥儲存，盡量喺屋企煮飯，少食隔夜，拒絕霉變，謹慎醃製。呢個唔係矯情，係對生命嘅基本尊重。飲食唔係簡單嘅入口行為，而係同身體嘅一場深度合作。你食落去嘅每一啖，都喺度決定你未來10年嘅健康方向。嗰啲無聲無息咁傷你身嘅，唔係刀槍，唔係病毒，而係你以為嘅冇所謂。